大家河。今集分享一下紐航威靈頓到皇后鎮嘅飛行經歷。第一次由天氣惡劣嘅紐國首都起飛，上機前先食個味道唔錯嘅鬆餅。13號閘登機，13點55分準時起飛。今次使用嘅係舒服嘅空中巴士320號，座位每邊3個，分別喺單通道嘅兩旁。飛機餐只有小食加簡單嘅飲料。風景由北島去到南島都好壯麗。佢嘅變化就係由火山經過海峽，再變成雪山。飛機好快降落，去到皇后鎮再影一影架飛機。機場的士站都可以見到美麗嘅 Remarkable 雪山作為背景。20年後再返嚟皇后鎮嘅機場，影咗好多靚相同埋視頻。